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继续来关心着咱国内外的疫情，也有咱国产的这个疫苗啦。今日咱看到讲吼，是新增加本土案例是这个16例，有10例是来自新北市，台北市则是4例。另外，咱嘛讲到嘉义这个工课场遮吼，这个感染也有2例来产生。另外，这个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哦是3例啦吼，也有2个人来死亡。咱讲整体疫情真正有较控制啊啦吼，比起着这个全球这个疫情。另外，咱嘛讲到确诊解除隔离，即阵已经要活9成。全国咱嘛讲到降级已经满1礼拜吼，大家这个生活吼习惯是毋是有一寡改变的？咱嘛看到讲各县市哦，有一寡这个开放店内伫咧食食的这个部分，湘北市伫咧今日正式来开始。咱来看讲湘北市这个市长是安怎讲哦？先看到这个吼台北市长郭文德讲吼，解封就进入去这个深水区啊吼，咱就讲吼可能这个解封的时阵内底食食，你也甲这个喙炎摕掉去，可能就有一寡这个感染会产生。但是若是甲这个防护的这个措施，这个房啊吼拢有做好套牢吼，其实会当吼降低一寡这个风险伫。另外，这个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是讲哦，若是真正出现着变种病毒 Delta， 一定会来划停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规个这个部分全国吼，这个病例数，咱看1礼拜以来拢是维持伫这10几例啦吼。望讲湘北市，咱讲过去的本土疫情，较这个咱讲较这个大量的这个时阵吼，这回咱看到讲。内底开放食食啊，咱会当控制着整个这个疫情。另外，咱嘛爱讲到疫苗这个涵盖率，即阵已经34点这个07%啦吼。全台湾即阵疫苗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剩100多万单吼。好消息是讲，这个高端疫苗已经有26万5吼，已经来到这个主文平台，已经累积差不多活100万人吼来去登记啊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即阵大家有意愿要来注这支车。但是咧，吼，这个分配这个问题，因为咱讲吼26万5啦，吼，也欠真济，也未到伊的这个一半吼，所以这个未来安怎来去吼注射这个量的这个部分，爱个吼来去注意一下。另外，咱讲吼，这个高端疫苗也未通过吼，紧急授权吼，就开始来去量产啊嘛，引发真济争议。但是陈时中部长伊安怎讲？伊讲吼，若是无吼提早量早来去进行，咱就搁爱等吼半冬啦吼，所以咱伫遮吼这个。市场拢总爱注文先来去做好势啦。但是咱嘛看到讲，全球即阵疫苗也是欠的。咱看到 AZ 也好，Moderna 也好要入来台湾，也是讲去其他国家，拢总是这个欠的这个部分啦。所以咱嘛有看到讲，真侪研究到底是要注第3档，还是无爱注第3档，有的是受到疫苗数量这个问题。另外，咱嘛看到讲真侪有呼吁讲第3档的这个因素爱来去注射啦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 Pfizer 伊上新的这个研究是讲吼，2档这个 BNT 无法度对抗 Delta， 因为注射了后半冬啦吼，咱讲伊的效力会剩这个84%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他的这个国家有这个必要性无？伊讲吼有哦，咱看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啦，因为要防止着 Delta 病毒来去个传开。因讲吼，这个可能伫咧9月就要继续来去注第3档下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好好来讲到咱国内外这个疫情，甲咱国产疫苗所有争议做回来厘清。现在要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侯碧峰教授，教授你好。阿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请成功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刘秉治医师你好。阿斌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请台北市商款产业联合会总会长洪文和。主持人好，大家好。会长你好，咱继续来先关心着讲吼，有这个产业吼真正吼要动起来，但是咱看到讲有一寡类内底要去食物件这个部分，台北市新北市今仔才开始对台北市、新北市的挑战嘛是真济。另外咱嘛讲着一寡这个产业的这个部分到底运动场还是讲这个游泳池到底当来去开放无？相信真济人咱看到讲奥运有真好的表现咱讲着这个奥运收会当这个咱讲16强内底真正介绍有人都看到讲这个咱的奥运好成绩，但是游泳池却无法度开放啦。咱看到讲指挥中心有上新的回应，请做来听。我们今天有本土病例有16名，区隔阳性的10名，境外移入的有3名，那死亡有2个个案，新北市10，台北市4，嘉义县2例。8月4号就明天，我们会配送52.57万剂的 AZ 疫苗，提供预约平台及国高中教师补教业者，这是第5轮
那第5轮它预计施打的是8月11号到8月17号，大家从8月5号的上午10点到8月7号的12点，可以去预约。那主管单位其实昨天就有先报了一个文，就是要对于这是泳池对于这种训练上面的一个规划。那昨天那个文我暂时还没批它里面有一些的定义了有一些的方式，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那教育部也表示说，他们现在也拟了就是一般泳池的开放。那今天下午他们应该会到指挥中心来做报告。如果计划是可行，那我们就会让它通过。是咱看到讲未来要做的是这个 Moderna 这部分啊，另外配上疫苗 AZ 嘛，有人讲开放这个人讲老师也好，还是讲这补习班的这个老师做回来去做，因为咱讲嘛要9月就要开学大家相关是不是降级1礼拜了后，咱看到讲有诶真侪这个需求就产生咱看到讲湘北市嘛要呼吁到讲豆豆来去开放着这个内底食食的这部分，但是你若去这个店家甲行一转，可能佫会发现讲其实。这个店家啦因嘛是佫惊担安尼啦讲我也是提供这个你早顿去食就好我这个内底这个座位拢无要开放教授你安怎看咧？迄主要是一个真现实的代志啦，就是讲，因为要准备来大家来用的时阵，伊爱准备真侪物件，遐个物件嘛是爱佫有成本啦。伊已经遮久无开对无？这可能等一下这工会人会当讲较清楚，但是咱会当了解讲伊即马佫用即马佫2个市长甲你讲我若有一个Delta病毒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关起。对，你即马这对遮个人伊真麻烦啦。所以伊就继续那伊若提供便当什么外用可能对因来讲是成本上较好势。虽然对因迄个商业的这是真困难的代志啦，但是即马嘛是无讲真好的办法，因为咱疫苗覆盖率还佫无够高，所以大家还佫惊。是，咱头讲到疫苗这部分34%外啦所以咱看到讲今日是第1天湘北市但是咱讲全国伫咧顶礼拜都陆陆续续开始第1天有啥物款的这个状况，咱嘛先做来看。湘北市开放伫餐厅内底食物件头一天，一透早素食店阁有袂少民众点物件坐落来食，一边食一边看报纸，享受食早顿的时间。要等这时阵，台北市的居民已经等2个月位。因为想要吃麦当劳，所以就来这边内用了。当下拿到是刚做好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汤还有食物，我觉得有差。因为毕竟2个多月没有到餐厅用餐了，所以第1天开放还蛮特别的。为着保持安全的食物件的距离，桌顶有放隔板，无开放的椅仔是搭大张的纸，提醒民众莫坐。更加重要的是，你伫餐厅爱确实量体温，阁有双手爱消毒。为了迎接消费者，大卖场的业者更加是全力消毒做准备，希望开放内容会当诱动真价卖的业绩。我是觉得应该要成长个5-6成吧。就还蛮期待的，要不然大家都快撑不下去了。我们都是保持着配合的态度，那也希望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让业绩至少看能回到3到4成以上。这个座位区若是客满桌会当有495个人坐，即马收一半的桌开，刚好提供50个位，业者全部拢挂喙秧甲面红，甲丰富慷慨做到位。台北熊仔热气球正式登场。上站立气球顶场，为着中正以后的经济，台北市甲台东市合作，结合观光列车，要推动国内旅游。但煞伫这个时阵，艋舺真有名的牛肉面店煞行入历史，甲店收开，等未到台北市的进行活动。台北灯节呢，拖到接近。也要看疫情，如果这个越来越好，那倒 OK。所以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就 do our best 尽力去安排。恐怕还是口罩要戴一阵子。疫情冲击经济，未少活动取消也是延后。如何伫防疫阁有振兴经济中取得平衡，恐惊是目前政府的上大考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其实咱看这个店嘛是有分类的，咱看到讲这个素食店因有当较好的，咱讲这个较济啦这个环境也是讲较济这个座位会当来去开放但是有一寡小食的这个部分可能嘛会受到这个影响。我的物件也是讲我要安怎去准备，也是讲这个防疫这个距离安怎去抓，对因来讲可能嘛是这个头疼，所以有的根本就要开放继续，咱过来请教这刘医师咱讲到这个病院内底可能嘛有这个美食街啦美食街这阵病院内底应该是无开放阮本来位就少所以
安全起见，可能都无开放。啊，包括讲内底即个超商，伊嘛暂时嘛还先无开放。连超商嘛无。因为你即马拄入来的病人，其实嘛讲量体温尔。OK。哦，所以而且变做会来就医看病的人，可能风险目前嘛是要悬一点点嘛。哦，所以因可能嘛是啊先个观望看卖啊咧。是。哦，那。目前即马看起来，当然就看当伫影片中看到的大部分是一寡连锁的、较大间的、大型的餐厅，应该是较敢开放啦。因为空间来讲，因会当坐位，包括这拢会当较济。哦，啊，你若讲较细间的，可能即马目前咱也未讲看会出讲因有会敢开放。哦，尤其你若即马一着，有可能第一个观光是毋是有去互感染的疑虑？包括讲规个店拢爱个清销上无一工，哦，这损失的可能无一定比你这几工捡到的伫内底食的是2道搁较济啦，哦，搁较少啦吼，所以一般来讲有的店可能嘛，即马是咧观望看卖，讲即马是毋是适合去开放这个问题。有影咱讲吼，这个降级这个部分吼，可能是2礼拜这观察期吼，到这个8月初8月初9可能过定另外一个吼，爱看讲这2礼拜到底这个疫情，咱讲吼全国开放，新北市、台北市开放了。到底是毋是疫情监管，才去做一寡吼，这个基因的这改变吼。啊，咱继续来看讲台北市，其实吼，哇，这个若是讲有一寡开放的这个标准，逐礼拜吼，每日若是平均案例吼，这个吼比10例搁较济，还是讲不明感染源吼，逐礼拜、逐日吼平均拢有2例，还是讲社区的群组搁有3件。其实咱讲吼，这开放内底食这个部分，都有一寡这个改变的这个部分啊。咱继续来请教这个总会长吼，其实咱看到讲，真侪人已经是逃袂过啊，但是为着要因应这波，咱讲吼，这个会当开放啊，伫内底食。伊嘛是做出真侪即个准备啦吼，但是成本上一定增加。啊，有的人嘛，亲像即个医师所讲的，会惊啦吼。啊，但是若是要豆豆恢复吼，即个部分，咱讲上北市遮是较顶尖一挂因机吼，咱讲前一波即个本土疫情的即个部分啊，安怎吼，互即个咱讲店家有信心，啊嘛，甲政府建议一下。即摆是安尼啦吼，即个伫即个疫情甲经济吼两难之下吼，所以真侪人拢是真为难啦吼。当然，真侪小食店来讲，对伊来讲，那甲医生讲即嘛是你惊我，我嘛惊你啊。哦，所以真侪小食店伊嘛是惊伊的员工哦去感染着，所以伊嘛是会惊这个问题。因为感染着了，除了清消以外，大家对这间店的印象拢一直存在，需要真长的一段时间去消毒。所以对伊来讲是袂当个安尼做，所以真侪人拢是个观望的这个情形啦，但是最重要是讲，咱的2-3个月来吼，这个部分经济已经受到足大影响，尤其是上基站的部分，就是讲咱一寡小店啦，吼，小食店的部分，因为伊完全无法度，啊，你即摆你人开放，有法度迄个，互伊外早来讲吼，其实这嘛有限啦吼，因为咱毕竟咱台湾人还是希望还有迄个气氛吼，去遐食，去遐看，哦，啊，当然。话佫讲到转来，你早转来食的物件，感觉是无比现场遐食遐好食啦。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情形啦。但是问题是，台北市你讲，伊即个2项要兼顾的情形之下，是来讲哦，所以伊会讲行入要深水区的原因，哦，这是安尼来啦。是。所以惊，但是咧，问题咱的经济能够继续安尼落，哦，这稳害啦。吼。OK， 但是这个深水区的这个意思，咱若是要比较这个国际，咱的深水敢有遐尔啊深？咱继续先请教。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其实这个日本也好，还是韩国也好，还是最近这个越南也好，因真正是深水的深水吼，你安怎看咧？即摆是安尼，咱若甲日本、甲越南吼、甲附近的国家来比较的时阵，咱实在是甲因无啥共款啊。我伫想讲，咱是若要较勇敢一点嘛吼，即摆小可开一个，或者的商家吼有当喘一个开，是安怎讲呢？因为咱也无调查，吼，咱若讲那个调查即个病毒的时阵，咱即摆就爱搁一遍吼来感谢讲，顶一遍吼，踮咧病毒的时阵，迄个潘美兰因的迄个团队吼，就怎啊真紧安尼，真紧就是一点都无手拢无软就甲伊吼对，就甲封起来吼，啊，即摆就无啊，对无？所以咱照是讲吼，你若互我来判断吼，台湾即马应该是无调查，即马有诶，还佫是 Alpha 吼，所以 Alpha 应该是较好处理啦。啊，你即马还佫已经开始咧注意风险，啊，即马佫是热天吼，啊，互大家小可喘一个气，或者诶商家会当佫生活一点，因为咱上重要，我是感觉讲吼。
这个疫情吼，对影响上大是较细、较有特色、较有特色的这个餐厅。因为即马大的迄款券吼，迄款迄个叫做啥连锁的，因为成本较大，伊就较袂受到影响。尤其咱讲吼，这个外送平台甲因合作，因即阵嘛是趁真济啦吼。是，所以咱即马就想讲啊，咱的文化吼，嘛是真重要啊，有一个特色吼，不同吼无共款的餐厅吼，无共款的这敢若。家个厝的团落来，这可能咱也无甲注意的时阵，咱敢若转一个眼，伊就拢无去啊，亲像今仔日嘛有真出名的这个牛肉面店吼，嘛是要收单吼。咱搁先请教这个总会长啦，咱讲唔若敢若这种吼店，咱嘛看到讲啊，亲像咧做烘肉吼，这个咱讲中山区嘛有一间吼，嘛是收起来。啊，遮尔啊普遍吼，这个代志啦吼，直咧发生，是因为这个疫情真正挡袂落去啊。啊，但是咱嘛讲到即阵开始要这个进行这个经济，啊嘛是咱讲疫情真正较放缓的这个时阵吼，大家是毋是亲像何教授讲的，紧该吼，咱讲搁较开放一丝。这是真正两难啦，因为毕竟吼，咱台湾吼，伊也是以小吃出名啦吼，毕竟小吃伊占的店数。是非常非常的多，哦，伫咱台北市、中南部伊共款，但是这个问题，你若讲这甲放起来，像你真正对伊来讲吼，这是真痛苦的代志啦吼。伊的店租、伊的人员开销、伊的食材成本各种方面，拢一定要提悬。但是确实有影吼，尤其是网家这个部分吼，阮就最近发觉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拢是小吃占较大部分，是连锁店占较少。但是连锁店，他对咱教授讲，这连锁店来讲，对影响无讲介大。但是小吃来讲，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你若搁甲封锁落的时阵，伊真正就要掉顶。是。哦啊，所以这阮是希望讲真正爱开放啦，是开放的情形之下，大家都试嘛。哦，都咧试嘛。你无咧试，你嘛唔知讲你的防疫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是毋是这样做到足完全？是。哦，那咱这个情形搁继续落，咱拢唔知影讲咱后壁要行什么路，是毋是会当经过咱这豆放的时阵，会当来试这个后壁要行的路，看是要哪行的时阵，咱遮大家拢心态有数，袂讲去将来要去行安怎行，咱拢唔知影的时阵，哦，等咱5月份开始发生的时阵，大家拢向讲的时阵，大家拢慌乱了。OK， 就是讲吼，咱看到讲吼，即阵吼已经较好啊啦吼，咱会当伫即个全国吼豆解封，也是降级以后啊，上北市嘛对咧吼，啊其实咱讲吼，真正有诶，咱讲。小食店吼，也是讲较有特色的店吼，一间一间倒吼，这嘛是会让人惊吓吼。所以咱讲到即阵趁即阵吼热人的这个时阵，伊也会当吼较缓和的时阵会当一寡这个变化，但是嘛是有这个英国的这个研究来讲吼，这个可能有这个超级的这个病毒株啦吼。啊，因为咱讲到这个可能要注意防射吼，可能嘛无效，这是英国研究吼。咱先看咱的吼这个报道安怎讲哦。新冠肺炎还伫各国咧炭烧，虽然各国有真积极甲民众伫注疫苗，不过顶一日英国官方发报告指出，因为新冠病毒无啥可能防消灭，目前差不多会当确定讲，病毒不断伫咧变种，那久来就会出现超级变种病毒株，将基本会互目前所有伫咧使用的疫苗拢会变做无效果。针对这点，国内的专家表示，新冠病毒若流感化，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很清楚，流感每一年新的流感病毒来的时候，都对去年的疫苗基本上是失效的，因为它已经被淘汰选择过了。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一直在淘汰选择新的新冠肺炎病毒，从武汉株淘汰变成英国株，淘汰变成印度株、德尔塔株，这个趋势呢一定会继续进行下去的。最近侪民众来注疫苗，不过莫德纳疫苗送来台湾的时程也无确定。指挥中心表示，当伫收集意见甲国际资料，无排除会久长驻2冬之间人的时间。嘛，互外界烦恼讲，做莫德纳疫苗2冬若让超过12礼拜，敢会影响保护力？4周以后你抗体掉了，可是记忆还会有存在，它存在多久我们还不清楚。那有记忆存在，就能够有追加的一个这个空间了。在等待第2剂施打的这一段时间内呢，你因为抗体浓度不够高，有可能会受到感染，甚至呢，如果你得到的是变种病毒株，特别是印度变种病毒株呢，那么你的抗体浓度不够高，还是可能会被它突破，产生感染。医师表示，国际研究指出，做莫德纳疫苗抗体增加了真紧，嘛真紧就会降低。临床试验的结果是4礼拜了后，就要做第2冬，国内要延到10礼拜至12礼拜才做。虽然抗体对疫苗的记忆犹伫哩，不过会当踮伫体内偌久的时间都唔知影。
原则上影响是袂伤大，就是爱注意还袂做第2档进前，这6礼拜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是，接下来请教李医师啦吼，这个超级病毒株吼，这个疫苗真正会无效，感谢呢。当然，这病毒会一直变，一直变种吼。即马就是啊，今日英国即马提出讲，这个警告讲，有可能变到最后像进前迄个 MERS， 就是迄个落毒去传染的这个病毒共款咯。啊，共款因拢是新冠的这个病毒嘛吼。上惊就是讲，你若变种甲像迄个的地名性足悬的吼，啊，毋过这有好有歹啦吼。你若拄着迄个地名性足悬的吼，你一得就差不多。差不多拖袂过啊，就是要锁伫这个人身躯顶悬啊啦吼，啊，就像进前的 SARS 啊，然后向就结束啊，啊，即马就是讲，即马即现即个新冠的肺炎病毒会较麻烦的是，伊有可能是无症头轻症的，啊，佮有重症的，所以伊变做讲，你若轻症佮无症头，有可能就继续一直传落去，啊，所以比咱来讲的话，当然，以前有一寡病毒是足强的，啊，毋过足强的，这有可能就无一定传得落去，啊，较轻的有可能伊变这传染性足悬的，啊，毋过伊无一定会转成这个重症足严重的。哦，所以即摆咱咧惊就是讲，有可能到时阵是毋是有一寡病毒变啊足严重的，伊一共感染着，哦，这个死亡率就足悬的。哦，啊，当然这咱并看啦吼，就是讲咱咧继续咧看的过程中，无一定讲这个病毒一定会出现。第二个就是伊出现嘛，无一定会造成大流行。哦，就像咱讲的，伊毋是一个足好去传落去的病毒啦吼，伊爱一个数字嘛，吼，爱一个伊去感染的这个，吼，讲数字安尼，爱一定爱有一个人会当去传染，甲这病毒传咧嘛。是。所以对咱来讲，目前来讲，看起来这个疫苗对这迄个病毒的部分的抵抗力，即马目前看起来，假使讲即马有的这变种的病毒，看起来保护力拢袂歹啦吼。除非伫这南非的病毒，敢若看起来逐支拢降较低以外，哦，目前即马假使讲伫Delta的部分，嘛还有7-8成左右的这个效果，哦，尤其伫这重症的部分啦吼。这个保护力拢还阁真好啊！啊，即摆上惊就像拄仔咱影片讲的，讲有的人伊可能应该爱吼，这4礼拜都爱做第2档的这个莫德纳，吼啊，毋过伊即摆也无通爱做哦。啊，咱即摆目前的政策是到第10周，吼啊，前几礼拜有一篇研究出来讲，有的去甲做第8周以后吼，看这个做第2档的效果啊呐，看起来到第8周看起来拢还阁袂歹啦。OK， 吼啊，主要是加拿大伊还阁伊放宽到第16周还阁会当做，是，吼所以。对咱台湾即摆还阁算还无像加拿大掠到遮快，吼，所以我是感觉第10周甲第12周应该还阁会合理啦，吼。啊，毋过你若讲，搁后壁搁延落去，吼，超过这3-4个月以后的，有可能伫第1档以后，即个伫这中和抗体部分的浓度可能就降低足侪啊。是。啊，拢知影，这个中和浓度抗体主要是针对这个病毒冲入来阵，你当第一步先动咧，迄部分啦，吼。啊，主要你这个记忆的这个 T 细胞吼，这个细胞的反应，伊是咧清病毒，佮包括咧预防这个重症甲大炎的这部分，是可能也有一点仔效果伫咧。OK。啊，不过效果到大，目前嘛也无研究甲咱讲，伊是毋是拖到第5个月、第6个月就完全拢无去？这点咱嘛是不明的。是。啊，当然，所以即摆第一个要求是希望第1档大家当较侪人做着，啊，已经做到第1档的，希望嘛会当第2档拢会当这时阵拢会做会着第2档。OK， 安尼可能较完整的保护力。是，咱讲到吼，国内也是受到这个疫苗数量这个问题啦吼。啊，咱嘛看到讲这个疫苗这个分配，全球拢总有这个政策。咱看到讲吼，真好嘅国家，也是因先买着家己国家有生产的这个疫苗是做袂完的啦吼。啊，但是咱讲吼，这个有一寡较散的这个部分，也咧总讲疫苗到底伫咧倒位啦吼。啊，真正吼欠疫苗吼。啊，但是即阵嘛有人讲吼，这个亲像咱头头讲，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有咧考虑讲吼，这个第3档，因为这个变种病毒这个关系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有真侪无共款的声音，美国这边吼管制署伊是安怎讲吼啊，这个若是讲已经做完吼2社，这个美国人吼都无需要搁加强来去做啊吼，这是美国这个部分啊。但是咱等下当请教这个教授是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感染吼，就是讲吼做过2社也会感染这种状况。啊，咱讲 Pfizer 吼，这篇长伊是安怎讲吼，做完2社吼，做完第2社，差不多4到6个月了后。效力会降差不多84%啦吼，啊，另外咱看到讲 WHO 是讲无即个吼有真够的即个信息来去证明讲第3档到底有必要是无？啊，相信这 WHO 的这个可能是疫苗无够吼，即个平均分配即个数量，但是咱讲效果上当然可能是咱讲做完2档，第3档是有必要的。继续请教何教授。咱先来看这个吼，这是一个美国的 CDC， 你敢若遐有的款。是。这个是踮咧美国吼，因为。踮咧迄个 Massachusetts 州一个位叫做 Cape Cod， 就是叫做鳕鱼鲈角吼，迄个位就是一个真好的
度假的位啦，遐热天就是顶头迄个吼黄黄的迄个位就是哦，底下就是遐啊，迄个就是 Massachusetts 的州，所以你可以看吼，这全部都是海岸。是。哦，我嘛去遐过，你会当去潜水。啊，你来真熬的时候，你就抓着一个龙虾。哦。啊，那龙虾登起来当食饭，所以那个真的是很好的。啊，你看这个下面，因为因夏天的时候7月份有一个夏天的叫 Summer Festival。足侪因为本来有一寡农业的吼，踮们家有各种农业迄款迄落，敢若节庆安尼，所以伊旧年2002年就 cancel 了无嘛吼，所以今年大家就足欢喜就开啦，啊结果7月底迄是7月的代志，啊7月底的时候你就看着，因就感觉就有人咧确诊啊，对无有人啊就来啊，啊就看有469个人吼确诊，其中就感觉有370个人是有。住过2档的预防下，吼，也是一档，伊若是住迄个 Jason 就是一档，就是完全啦吼。你搁看有镜头的人吼是79%吼，啊即马爱住院4个人，啊所以你搁看4个人除上469，是除上370几，这是1.2%啦。意思就是讲，咱即马开始咱看，这是拢是Delta哦，主要是Delta，因为Delta的资料是较少安尼，这是算讲一个流行爆发，咱安尼咧讲。啊，Delta的资料较少，所以对这安尼来看的时，你就讲，咱所有知影，甲英国古早吼原始迄个病毒组来看的时阵，差不多15%到20%的人需要大病院。是，即阵敢1.2%。对，所以。主要就是，但是吼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底抗体吼，咧下降的时候吼，会安怎吼？啊，这是迄个以色列人咧做研究吼，因就感觉讲吼，你甲看中和抗体吼，甲病毒的量吼是有无共款，但是这是就是 X 轴的是综合抗体，综合抗体伫遮啦。右边就较悬，这边就较低。是。啊，即马这 Y 轴吼是病毒量，但是伊迄是 CT 值，所以 CT 值愈悬，病毒就愈少。所以你看吼，这病毒的量吼加抗体，这是39个人吼，差不多2.6%的突破性感染量吼。这是但是这是 Alpha， 所以因就感觉讲吼，即马你对 Alpha 来看，然后这红的这吼。一点红啊，这就是讲吼，我若用快筛可以筛得到，所以主要就是病毒量较侪，拢咧较下面嘛，对无？较侪人就筛得到，所以这么这因为这吼以色列人就讲，安尼来看，啊，搁一个就是讲吼，伊搁甲迄个有镜头的啦，有传染的人，甲无传染的人来比的时阵，你就看着讲吼，这左边是有传染的，右边是无传染的，啊，迄是。左边的迄个病，迄个综合抗体的关键吼，就是甲迄个传染以前，伊是偌悬。啊，你就看无传染的人，甲有传染的人是有传染的人3倍。1:3啦吼。1:3倍。啊，这是感染进前吼。感染进前，啊是注意风险，这拢是注意风险的人吼。这是医护人员伊咧追踪的研究，啊，注意风险的人较悬的，你看就是右边这，上悬迄是6倍，意思就是讲，我做完预防险的时候，我上悬的抗体偌悬，吼，较低遐就较容易感染着。所以伊就讲 Alpha 就安尼啊，Delta 应该搁较严重，因为搁较差一点嘛。所以因就，但是。以色列人的决定，毋是大家拢搁住第三档，伊是讲干那甲高风险的人，差不多9月10月过来住一档。是。啊，但是这个决定出现了，全世界的人，咱就安怎想？即摆咱台湾咧等无预防下对无？明明都买啊，搁咧还未来，就是安怎？一个字叫做缺乏，搁去欠，搁咧欠。是啊。所以咱拢对这个欠这个无概念，因为咱踮咧台湾要爱啥物就有啥物，所以咱即马头一摆来经验，就讲啥物叫做欠。啊，其实咱欠国家吼，全世界搁较无钱的国家的人搁较欠，根本就无，伊就咧等。是。所以即马即个几个国家讲，我要住第三档的时候，大家拢足紧张的，因为你搁加。拢甲这个疫苗拢甲揽伫咧身躯顶。对，你搁挤压到本来就咧无的人。是。啊，可能嘛影响咱台湾，所以咱爱开始咧想讲，
啊，佫有啥物办法？ OK， 靠家己的时靠家己啦吼，靠家己，咱即阵要来看讲，到底咱这个高端吼，咱讲靠家己的这个部分，但是有人就咧质疑家己的这个能力，啊，质疑这个 EUA 的市场吼，啊，未 EUA 通过，你就开始量产吼，啊，但是吼，这质疑到底是有理也无理吼，咱嘛先看咱的吼整理报道。 8月初2，食药署宣布完成高端生产头4批疫苗的检验，而且核发封检证明书，拢总是265528吨。不过，高端疫苗伫咧通过 EUA 进前就开始量产，甚至提早送食药署检验，引发质疑。但是中讲，若是制造甲送验拢爱等 EUA 通过，恐惊爱搁等半年。在一般没有这 EUA 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在制造就从制程的研发啦，然后开始做临床的实验，那临床实验都通过，那就可以提出来做查验登记。EUA 的时候为了要加速的进行为了要加速，所以我们采用了各国也都采用了很多的方法。那在于科学性的前提下，把一些行政的流程看怎么样来简化。 高端疫苗审查一直互外界质疑过程无透明，食药署公布无徛名的会议记录，参加的专家有21人，有条件通过45人，无通过的有1个人。伫咧疫苗效果方面是采免疫交接，临床试验显示，高端疫苗中和抗体记号平均效果是 AZ 疫苗的3.4倍，符合疫苗 EUA 的标准。 不过，真侪专家拢讲，袂用干那看中和抗体，希望高端爱补足有关 T 细胞相关的反应数据，而且爱去补做3期临床试验的相关资料，也是专家的共识。另外，高端疫苗对目前流行的 Delta、Beta 变异株的保护力，4位专家拢有疑虑，而且建议爱继续追踪评估，是不是爱去做第3档。因为高端就是想用对武汉病毒的综合抗体效价。 来代表能够对阿尔法、贝塔、德尔塔、伽马病毒都有保护力，这个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是中共针对变种病毒，目前有的疫苗保护力拢会小可降低，所以边境一定要守护掉。未来高端会当做的疫苗，若是有达到50万至60万吨，就会摆入预约系统，互民众来做。记者综合报道。 是针对这个高端这个争议吼，咱做一届来个回顾一下。咱看到讲吼，这阵8月初2吼，食药署已经完成4批检封检这26万5吨，然后咱嘛有讲到吼，这个争议是啥物？就是还未通过 EUA， 你就去送验制造吼，但是就讲你若是要等到 EUA 通过，你搁要等半吨啦吼。咱迄当阵若是要等半吨，可能到年底这疫苗嘛还未生产落来啦吼。咱讲吼。 其他国家的这个来去做例，美国政府已经先这个厂商去研发分担因的这个财务风险嘛简单化因所有的这个行政流程，然后行政的这个流程，然后咱等下慢慢看到讲咱这回安怎来去改但是就国内有其他的这个声音，亲像讲歌市长讲，临床试验你都还未做，还未摕到EUA你量产实在唔知要安怎讲尤其讲到这个部分，伊佫讲若是我做总统一定袂安尼做啦咱先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先来讲到 EUA 有伊的这个必要性，咱讲等下简单化这个部分啦咱再来看另外一张图，但是安尼这个声音你安怎看？一定是未，一定是因为即马是叫做 pandemic， 就是全球大流行嘛。咱拢有这个需要的时，咱做啥物代志拢是爱斗阵来做。是，唔是因为研发疫苗就是做完一个会使，咱再搁第2个做完一个会使，安尼你就甲拖足长的。你即马就甲伊合并起来来做。你甲想看卖旧年迄阵，川普一直讲，你甲你甲资料摕出来，甲资料摕出来，伊12月才摕出来。川普总统真无欢喜对无？因为就选输伊。但是伊摕出来了后，FDA 一供应，当时开始拍，当时开始做，马上就开始做。OK。但是辉瑞伊有甲你讲伊讲我做这真简单两礼拜就做出来，但是2礼拜以后我要推出去的时阵，佫有足侪礼拜，伊讲啊真清楚，我即马就讲袂出来。就是讲我做一批差不多爱偌济时间安尼差不多爱6礼拜时间，6到8礼拜。所以你就知影讲，伊根本还未成功，还未 FDA 还未互伊EUA，伊就做好啊，你等啊。这是共款，这是真简单的道理。咱要甲
病毒吼比赛，就是时间啊，时间就是生命。有影，咱嘛有讲到吼，这个国产疫苗是讲其他疫苗拢会拄到同款的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变。啊，有当时咱吼开始咧做的是这个原始的这个病毒株，会拄到这个问题，若是搁拖落，是毋是同款嘛是安尼？一定拢同款，但是会变。咱即马是安尼啦吼，伊就是讲即马即个抗体就是对伊的一个蛋白质的位，但是伊会当做的吼。即个叫做综合抗体的足侪位啦。OK。啊，即马这变种株就是变了一个位，啊，剩的嘛是也同款。OK。除非你拢变去了，啊，就拢无办法。所以你若甲伊抗体甲伊摕较悬的时阵，伊也嘛是还佫会使。OK。所以咱即马就是讲爱较互伊较悬，主要就是要求较悬，并毋是讲拢无效。OK。对无？啊，这种意思就是共款，所以抗体即马外悬是真重要的代志，就拄咱看到迄个资料。是。所以有即个数字来去讲话啦吼。有无是有抗体有悬无悬真重要吼。啊，即马即个时间就是讲，你要搁等第三期，你嘛是无当等啊。即马要安怎防第三期？对无？你即马什么人要互你注安慰？安慰剂，安慰剂，对啊，你无办法，所以你即马嘛是爱先用，吼，先用就是讲先用，啊，你即马来追踪，看看有效，偌好的效，就是先做吼大规模的来去，咱注意，咱讲差不多即阵有90多万人，要接近100万人来去做。你问我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吼。有抗体一定有效的，你看迄足侪资料已经拢甲你讲嘛，抗体甲传染就是像正相关吼，正相关啊，啊，甲病毒量嘛是正相关啊，就是一定有，但是当然你要问讲，本来我80%的人就是拢唔免带病疫吼，是毋是对迄20%一定有效？当然这咱是一个question吼，一个有问号啦吼，但是无要紧，还是去用啊，嘛是爱用啊，用了后再来看，对吧？啊无你要安怎？有影，咱来看讲吼，即张图有啥物国产疫苗当提早进前来去做量产。咱头拄有讲到这个美国的嘛是进前就开始啊，简单化所有的这流程。无呢是一般疫苗这个制造，咱过去嘛一直咧讲吼，伊可能爱进入到吼 Phase 4吼第4期才会当完成吼，所有这个药证还是第3期才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一般的这个制造吼管控甲这个加速伊的这个部分吼。非临床试验还是临床试验，甲量产吼，这个检验空间遮吼，咱就先去进行这个 EUA 啦吼，完成进前才头前爱需要3个月，经过这个手术吼，才会当来放行啦吼。另外咱嘛是因为咱头拄讲 pandemic 吼 ，COVID-19， 所以咱讲专案来去辅导啦吼，但是咱讲这个制定的是去年就有啊啦吼，所以。就是咱即马来安尼想，我才几个月前，我咧好勇敢给演讲的时，我就呼吁讲吼，这2个国产疫苗，即马就要开始做。你不管以为会过无过，即马我是讲的是安怎？因就讲安尼是真无公平啊！我的以为无过，我的这成本毋是拢了去，是成本就是爱了去，无办法歹势。那全球大流行，就是爱大家拢爱用咱的办法。争取这个时间啊，就是时间就是生命，这是上重要。一定爱一直讲这个概念。OK， 唔是绝对袂使等。啊，这安尼做，你若无过是啥个损失？迄是厂家的损失啊，对不 ？OK。所以这袂使甲伊讲安尼是安怎，这一定就是爱安尼做，无办法，无其他的办法。是。阮2009年 H1N1 嘛是安尼做。嘛是安尼做。对。先做先赢吼。先做先赢。继续请教李律师。嘿，其实吼，拄啊好我有伫友台吼，甲迄个高端的李副总，跟迄个林医师，拢有连线，吼，搁咧讨论这件代志。李副总的意思是讲吼，其实吼，因一开始要量产，其实就冒一个风险嘛啦。讲实在。咱讲的，你即个后壁即个紧急授权无过，还是讲第2期做出来，都效果都无好。家己了，其拢家己了啊吼。啊，做出来好，其实因嘛是要互后壁考验讲到底是毋是有效嘛。啊，真正做出来无效，无人拍无半档就全部拢搁结束啊，全部要拍掉顶来啊，嘛是因家己去损失啦。哦，所以
其实对因来讲，伊开始伫要通过这紧急授权进程，其实因到这原料药啊，这因讲原液啦吼，原液吼，原液。啊，毋过原液要到这个成品，要到内底因抢来这个防检去做这个检验，其实这都要过一段时间啦吼。所以对因来讲，伊讲伊即马其实已经有500万吨的这个原液啊，吼，这伊量伫遐，问题是要搁做要做出来变一个成品，这毋是遮简单，毋是讲啊500万吨，甲放入去这个管仔内底，啊，就马上就出来。迄无，迄个爱一寡物件，制定拢搁有伊的定数啊吼，啊了过来伊内底。产品的这个检验，或甚至了你搁送去食药署的检验，所以这时间嘛拢爱算入去啊。啊，所以你若讲真正通过这紧急授权，佮开始做，迄就像即马这个 Novavax 咁款啦，伊就连原料迄个药啊都拢买无啊。无法度量产吼。对，告诉伊都爱甲伊讲，所以连 EUA 伊伫美国拢毋敢去申请，毋敢申请就是啊，伊过嘛无效啊，伊嘛无得申请出来啊。是，吼，所以。即摆呢部分就是讲，因请爱提早做，就是这个原因嘛。第二个就是讲，连医师甲有咧讲，我有咧甲问讲，啊，你无做这个 T 细胞，迄个细胞的这个反应吼，啊，你是毋是对这个细胞的这个反应的抗体、免疫力会较毋知影，较不明嘛吼。伊当然讲，这个部分确实因真正迄阵还未做，无做的原因是因无这个。比对的物件 ，OK， 吼，算讲即个病毒甲即个 T 细胞反应比对的物件，所以因迄部分还未做。不过伫后壁，这算因爱补充的文件之一。嘛，相信伫后壁，伊若要认为即个疫苗，伊要推广到即个国际去认同的话，伊一定要甲即个文件爱保护照。哦，尤其是针对遮各种的即个变种的病毒，一定爱去做一个比对，互知影讲伊对。这个变种病毒是毋是有伊的效果？吼，安尼，你不管你是伫国内使用，还是要去国际使用，拢是会使。当然，即马像何老师讲的，咱即马这个全球无可能你找一个所在讲啊，一批人完全做安慰剂，一批人来做这个高端疫苗。所以即马来讲，你假使伊即马去其他国家做，还是伫咱国内做，伊会当做的第三期，其实会当做的就是讲，咱讲不亚于啦吼，无输啦吼。无输这个其他疫苗，就是已经核准的这疫苗，伊敢咱做这类的第三期啊吼。啊伊也讲做起来，这个效果无这个统计上的这个差别，安尼就代表讲，我咱的效果其实都相当的。我无输你，啊，佫做出来甚至愈好，代表讲我又比你佫较好，啊当然是愈好。啊，咱做这个研究尔。啊，所以全球其实吼，针对这个紧急授权吼，大家拢是第一届，尤其伫这个预防性的部分，所以。无，这啊，你也去讲到较早原始的这个科学的一步照步来去比对，当然你会讲啊，你这超前部署啊，伤超前啊。但是其他国家嘛是安尼啦，这是全球第一届面对这个全球的这大规模的传染，甲人命去失去的时间去比，不得不做的这个措施。有影吼，甲这个病毒遭烧着吼，咱真正有咱讲爱简化一寡这个流程，但是。嘛是徛点吼，无失去着吼，咱讲吼上大安全甲健康的这个前提之下啦吼。另外，咱要阁讲着吼，这个全国也全球的这个疫情吼，也咧传。咱讲吼，这个日本、奥运到即阵嘛10几天吼，啊，咱讲即阵这个连续5天，高日吼，伫咧东京这个所在已经拢是超过3000例啊吼。啊，其他所在嘛陆续吼紧急事态吼，过来吼发生。另外，咱看到讲中国即阵嘛是搁咧请一寡这个案例出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飞机啦，吼，伫咧机场这个清洁人员吼，安尼，像这个飞行机飞去，啊，咱讲清洁人员这个，咱讲有一寡这病毒吼，传互一寡这个技术也好啦，啊，搁有一寡人拢着，啊，所以伫咧交通这个往来之下，台联也好，张家界也好，成都、北京、武汉拢出现相关的这个病例吼。另外，咱要讲到这个英国吼。咱讲9月6开始吼，3200万人吼，咱头拄讲着要入第三剂啦吼，啊，但是咱嘛讲着边境吼分配这个问题，特别像嘛讲，另外9月开始吼，这个对于士大人还是个高风险族群，嘛是共款第三档吼，另外嘛要首推广12档至17档的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着吼，美国即阵哇疫情嘛是个清悬吼，但是因可能嘛较袂惊吓，但是因讲喙炎爱搁挂断啦吼，这是咱讲爱好好去想的这个部分吼。啊，但是伊嘛有讲到，美国未为着疫情吼，搁再来封城吼。美国是虾米款的这个状况？咱嘛有另外一支报道吼，先做来看。民众等咧要注意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疫情升悬，官方估计未来24点钟久内，新冠病人断线的人数会创新悬。州政府除了希望民众爱赶紧注意下，也宣布自初时开始，
恢复全州伫室内爱挂嘴掩的规定。So today, I am temporarily reinstating the Louisiana statewide mask mandate for all people, both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when they are indoors and in public. 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侵袭，美国的疫情阁欠悬，伫南部几个州疫情上严重。佛罗里达州的带院的病人占全国的1/4。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估计，新病例内面有超过8成是Delta病毒所引起的。再加上民众心情较放松，无搁再挂嘴掩，也无保持社交距离。We know how to beat this. We know how to get in front of this to slow down the spread. I am pleading with Floridians who have not gotten the vaccine, go out today, get the vaccine. 北京的首席防疫顾问佛奇讲。美国有1亿人符合资格，拢也未去做防射。路透社统计，伫美国过去10天所通报新增加的确诊比例，差不多增加了1倍。So we're looking not, I believe, to lockdown, but we're looking to some pain and suffering in the future because we're seeing the cases go up,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we keep say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solution to this is get vaccinated, and this would not be happening. 不过，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兰姆伫推特公布家己确诊的消息。格兰姆虽然伫咧去年12月就已经做过预防针，不过伫礼拜六开始出现感冒的症状，伫初二确诊，也趁机会甲民众讲，好佳在有做过预防针，若无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是，咱看到讲吼，咱这个美国吼，真正咱有增加着真侪款的这个病例吼，但是咱头拄嘛看到讲，这个佛奇伊嘛讲啦吼，这个美国袂因为吼，咱讲疫情搁再扩大来去封城，但是有真侪这个州吼，亲像咱头拄看到的路易斯安那，因的这个部分喙炎拢是要挂起来吼，来保持着讲，虽然你有注意防射，但是咱看到讲，即阵疫情嘛欠悬啊，这个喙炎嘛是挂好掉啦吼，啊未来要解封，其实哦，美国嘛，互咱一寡这个建议吼，因这个课本这个。题目就伫遐，啊，咱爱好好抄起来吼。咱继续请教总会长啦吼。其实咱面对着台北市要开也唔开吼，其实哦，甲中央拢较无共调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吼，有人讲要告吼，这个民众还是讲这个店家这个巴肚，但是有当时啊吼，佫是有一寡这个政治考量。你敢嘛安尼想？我个人认为是安尼啦吼，因为毕竟这个物件，目前为止啦吼，并不是讲啥物人我都去控制啦。所以即摆看到美国，看到欧洲。开放了，拢发生足大的问题啦吼。但是当然，我必须要讲，就是讲咱的喙炎吼，我个人认为啦吼，当然伫教授甲医生拢伫遮啦吼。咱的喙炎吼，我认为讲伫个两年来可能爆袂掉 ，OK， 可能爆袂掉，拢一定要挂掉的啦。所以我一直甲我的会员讲一句话，就是讲，你即摆毋管你要做生意，也毋做生意，你毋管你有注射也无注射，你拢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工作。是哦，因为这是保护咱，也保护咱的。员工保护咱的消费者，这是一个真重要代志，并不是讲咱去做预防针了，咱就以后拢毋免做，咱就虽然拢碰掉，啊拢会使凊彩做就好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必须要咱爱谨慎去做啦，因为头前有例有案例伫互咱看，头前有课本伫互咱看的时阵，当然咱都要去注意啊。紧抄啦吼，咱这个一定要去注意，你若无去注意，当然哪个爆发的时阵，他都伊个新北市长讲伊就要发展。是。当然无人要希望佮行回头路啦吼，所以这段这个时间，我是暂时讲希望是用哪行哪试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代志。是，因为毕竟这唔是遐简单的代志。我相信头拄教授甲医生拢讲啊，这是几个世纪来上大一件工作，咱若无好啊去做的时阵会佮行回头路来讲，我相信无人要佮希望佮去。封掉的心啦，不过先甲三级起来，大家代志拢免做啊。所以阮嘛希望讲，这个部分大家伫个兼顾疫情、兼顾经济政治下，咱会使豆豆行，是，豆豆去试，豆豆开放。阮无赞成讲一概就甲开放落。OK。安尼啦，对任何人来讲，拢是真大压力。是。毕竟台湾人，咱也是足听政府的话。OK。咱也是会去。注意足侪工课啦吼，并无讲参像讲外国人讲喙炎无想要挂。我相信近这2年来吼，咱台湾比如讲迄个流感来讲吼，都减足侪去啊。长病毒来讲就减足侪。我感觉这毋是歹工课啊。只要咱大家若将防疫工课做好势，是保持这个距离来讲，这个真好工课啊。所以咱
就为着后壁来接受，咱才有法度行愈长的路啦。是，咱讲着吼，顶礼拜降级啦吼，你安尼观察这个艋舺这个地区啦吼，甲即礼拜吼，即阵这个拜二啊啦吼，你安尼观察来吼，大家这个习惯是安怎？其实吼，到目前为止我必须要讲啦吼，艋舺这个部分真正是足危险，足危险啊！我是讲经济足危险。OK， 就是真惨啦。我定甲大家讲，就是讲，阮艋舺即摆已经足安全啦。OK。啊，我嘛一直甲台湾市政府讲，你的宽南甲北龙来讲，爱分开，甲艋舺小分开者，啊，无你拢甲挂伫艋舺面顶，这是讲足无迄个无辜的代志啦。有影。但是即摆大家拢是伫尽量要将防疫的工作做好势，咱才有去迎接后壁的胜利。啊，若无的话吼，若搁发生一件代志，我相信这信心得崩溃啦，崩溃。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艋舺这个上款者有做真侪吼代志，咱讲啊，这个疫情较好的时阵，其实恁嘛有真侪这个促销这个活动来去，吼想要甲这个人生活来，但是讲这个效果你感觉？我相信这是爱一段时间啦，吼，当然这唔是讲有法度随转来啦，吼，毕竟咱人对这个艋舺印象本来，我讲实在本来大家就无好啊啦，吼。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吼，搁较歹，所以阮一直希望讲台北市政府将这个部分吼，一定要做好势。是。所以阮的上大的期待就是伫咧定节这个部分吼，会当互挽回大家信心啦。定节你讲明年啦吼。对，伫咧12月。OK。12月就先开始啊。哦，要来做定节，因为一直延嘛，几招2月份一直延到即摆来嘛。OK。但是无法度。这是必须要做工课吼，因为毕竟疫情还是要优先。哦，咱唔是讲经济优先，人若无命，就无法度开钱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要防疫，也是讲吼，这个经济，这个其实有真济这个难度啦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美国互咱真济案例，英国嘛互咱真济案例啦吼。啊，咱讲这个台湾社会其实已经控制到真好势，疫苗吼，安尼来讲起来，其实嘛是950万吨啊吼，啊算起来也是有够啦吼。啊，咱讲但是。教授可能无够啦吼。你即摆吼对 Alpha 可能有够，你安尼慢慢啊做拢有够。但是对 Delta 来看，咱看英国、看以色列，你就知影讲吼，你爱迄个覆盖你爱足悬的，尤其你的最上重要就是你的高风险的迄个群、迄个族群，一定爱吼甲煮甲满、煮甲饱。OK。啊，若无吼。冬天若到，若Delta无小心吼，入来到咱的社区的时阵，我就建议讲，高风险的人袂使出门。OK。就当若无注意风险的人，你就踮在厝的，你就莫出去，因为你若出去，咱种麻烦的。你若唔来照顾你，安尼以后，安尼咱根本就无办法，因为迄会变甲真严重。像有即个经验，印尼有即个经验，印度有即个经验，吼，即马遮个。其他的国家吼，看起来还佫会使看起来，因为主要是预防下有一点嘛，但是伊嘛是还佫有咧控制啦。伊嘛是大家拢佫真注意，你看，毋是讲凊彩拢开去啊。美国人佛起讲，我袂为了疫情来封城是安怎？伊就是讲我预测吼，袂因为即个疫情吼。咱的医疗体系会佫倒落去，吼，伊就感觉讲一定有够，因为咱重症的人袂遐济，死亡的人嘛袂遐济，但是因的忍耐度比咱较悬哦。咱台湾可能是吼一个人嘛袂使，所以咱可能爱佫开始想一个啦，改变一寡想法。有一寡代志是无办法的，不管你偌聪明，你偌厉害，咱嘛是爱想着全球的代志啦，毋是敢若讲。好，我家己料拢摕来，咱家己来做，可能爱眼光爱小可看较济一点，可能爱一点啊较忍耐度小可较悬一点嘛。尤其呐，咱即马呐Delta来入来，确诊的病人你增加的时阵，主要咱若无吼真济重症，真济人死亡，咱就爱甲忍耐一下，因为你嘛是你甲看英国伊的。硬体阳性率抗体阳性率93%，伊嘛是还佫咧传染，对无？啊，伊拍两人的人，已经60几%，嘛是还佫咧传染，所以你就知影讲Delta是真厉害，所以咱若无重症，咱就爱欢喜啊。OK， 无重症啦，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
波段，咱过去吼5月开始的这个温度已经较淡啦吼，大家拢也佫讲哇，今仔有啊，佫有10几个，唔敢看好吧？莫去看啦吼，所以咱讲，咱真正吼这个眼界吼，看去全世界，台湾真正介幸福啊，所以咱真正吼会当较放心的来去做一寡消费，但是放心的这个前提就是你过去所有这个防疫吼。好好啊，佮甲维持淡薄啦吼。咱讲到疫苗这个覆盖率，咱讲即阵34%外啦吼，啊疫苗嘛是会豆豆来吼。虽然即阵有较欠一丝吼，但是相信啦吼，咱这个疫苗可能这个国产这部分，也是讲 AZ 哈，来Moderna甚至9月这个 BNT 拢总会豆豆陆陆续续到台湾吼，咱做一波真好的咱注射吼，无论伫咧开学以后等等吼，啊望吼咱真正修好疫情嘛，顾着经济。感谢做来宾，感谢乡亲朋友看，咱再会，感谢，多谢。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永世人相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平安哦，部长。